一路睇電視一路踩咧，踩30分鐘咧，大概消耗到200至400卡路里左緊啦，唔使去做 gym 嗰啲會籍啦，喺屋企落住雨又得，黑雨啊都可以做到運動啦。其實我一路踩一路咧，啲汗咧已經出緊嚟啦。呢個健身單車消耗卡路里嗰個速度咧，真係一啲都唔差喎。本身有啲高台嘅，你直頭 replace 一張 high chair， 隨時行埋去就用得啦。一推出嚟咧就用得噶啦，有8段唔同嘅力度咧可以調校嘅，就一家大細都啱用啦。基本上可以講咧，完全係靜音嘅，慳錢慳位慳時間，仲邊有藉口唔做運動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，成日都話咧要減肥咧7分飲食3分運動，做咗7分飲食嘅都要有3分運動先得嘅，瘦得嚟咧要啲肌肉 firm 咧線條先出嚟，咁先靚仔噶嘛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呢張 High Chair 瘦身單車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幫大家做到運動嘅，做住嘢又得，睇住電視亦得，慳時間慳位仲慳埋錢添，完全冇藉口再唔做運動啦。呢部日本品牌嘅 High Chair 健身單車咧，連濱崎步都用緊喎，真係講你都唔信喎。最大嘅賣點咧，其實基本上佢係一張 High Chair。如果你屋企已經有啲可以升高降低嘅台，或者高少少嘅台咧，你 replace 一張 High Chair 咧已經搞掂啦。呢部 High Chair 瘦身單車咧最啱咩人咧？女士想減磅嗰啲啦，一來可以幫你消耗卡路里啦，二來咧由你個腳啦、pat 啦。同埋咧，幫你個 core 咧，成個線條咧出翻晒嚟啊！飛機店長之前咧都試過節食減肥咧，一味瘦咧，個人唔 firm 咧，真係爭少少嘅。但係如果你想 firm 咧，少少代價咧，點都要付出嘅。你睇下我，其實我一路踩一路咧。啲汗咧已經出緊嚟啦。另外一班咧就係咧中央肥胖啊嗰啲男士啊，有啲大肚腩咧，幫你消耗卡路里。我都 AI 過啦，一路睇電視一路踩咧，踩30分鐘咧，大概消耗到200至400卡路里左緊啦。至於落街跑步咧，我通常跑半個鐘頭5 kg 都係差唔多300至400卡路里。咁所以咧呢個健身單車消耗卡路里嗰個速度咧，真係一啲都唔差喎。咁呢部 High Chair 瘦身單車咧，已經係一個最低嘅入門檻嚟㗎啦。佢幫你慳位啦、慳時間啦，同埋慳錢。慳位一睇到啦。另外咧，佢同一般迷你嗰啲健身單車有咩最大分別咧？就係完全唔需要摺嘅。有2個玩法啦。第一個玩法，如果你屋企本身有啲高台嘅，你直頭 replace 一張 High Chair 擺定喺度，隨時行埋去就用得啦。屋企冇高台喎，咁你要擺起佢咧，後邊咧有2個碌仔，一推出嚟咧就用得㗎啦。調翻轉咧，如果一般慳位嗰啲健身單車咧，攞出嚟又要砌又要搞完啊，我都踩完15分鐘啦。慳時間就係你隨時隨地做緊嘢又得，睇緊電視又得。慳錢咧就係幫大家咧唔使去做 gym 嗰啲會籍啦，喺屋企落住雨又得，黑雨啊都可以做到運動啊。另外一個賣點咧就係呢個日本專利嘅骨盤坐墊，坐上去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咧幫你改善你嘅坐姿啦。佢有2個手柄嘅，呢個咧初階咁樣玩，挺直條腰啦，撐住喺後邊。咁如果你想練埋個 core 咧，廠方咧係建議你垂低手，左右有少少擺動咧，靜雞咧幫你練緊個 core 啦。咁如果大家想個 core 練得再勁啲咧，咁樣整個大字形出嚟 ，core 咧即刻出晒嚟㗎啦。咁另外咧呢度咧有8段唔同嘅力度咧可以調校嘅。女士可能太太咧較1、2、3、4咁上下啦，男士咧較重啲5、6、7、8嗰啲，咁咧就一家大細都啱用啦。同埋大家唔知有冇留意，完全冇聲啊！我擺埋呢個咪，控埋啲，一路喐俾大家聽。基本上可以講咧，完全係靜音嘅，又唔會嘈住人，又做到運動。你睇下拍片拍咗一陣啊，啲汗已經出晒嚟啦，真係出汗㗎，唔係吹水啊！我呢個頭立令，要 firm 就要付出你個汗水啦。而家有一部健身單車幫你慳錢慳位慳時間，仲邊有藉口唔做運動啊？我哋賣嘅咧全部都係香港行貨，包埋送貨啦，有6個月保養。希望大家用咗呢部 High Chair 瘦身單車，好似飛機店長咁，隨時隨地咧睇住電視、做住嘢、碌住手機都可以瘦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呢個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你手機嘅事，同埋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入邊有晒最新推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